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1月1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国道2号大南交流道伫早暗8点外发生火烧车，是一台客运唔知什么原因导火，火是烧甲真猛。消防人员赶紧去拍火，加载司机甲3个乘客拢有走出来，无人安全。清早暗时8点外，国道2号大南交流道北条出口路边停一台大型客车，规台车导火烧起来，大火一直冲到天边，看起来让人真着惊。抵达现场后，发现游览车全面燃烧，有1位司机及3名乘客自行逃出，没有人员受伤受困。消防人员是在暗时8点39分接到报案，马上出动8车11人去拍火。初步了解，营运大客车伫驶的时阵，司机发现有异状，马上停在路径，疏散车顶3个乘客落车，佮报警。导火大客车占用大南出口甲出口外边的路径，车规个烧起来，亲像一粒大火球。好佳在驾驶甲3个乘客已经逃生，无人员受伤受困。火势伫暗时9点17分拍花，导火原因由消防检测单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国防部拜二的时有发布国家级警报，警告民众中国发射卫星飞过咱台湾南部的天顶，有引起争议。国民党侯友宜是批评讲，这么严肃的国安议题，结果一大堆错误。一人国民党嘛批评讲，蔡总统讲免惊，颠倒害伊感觉惊惊。也毋过赖清德是强调讲，中国发射的卫星路线图显示，确实有飞过咱台湾南部的天顶。国防部公布资讯是应当的。甲民众斗阵翕相展现亲和力，国民党侯友宜伫高雄开工，扫街拜票甲菜市行程争取支持。针对中国车港发射卫星，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呼吁民众注意安全。伊个批评严肃国安议题，煞这么凊彩，错过人人，偏的是人民生命安全惊吓。呼吁24点钟赶紧公布真相。严肃的国安议题，怎么这么草率？错误连篇，在24小时内赶快公布是谁下令要发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标准以前从来没有发过，为什么现在要发？蔡英文说大家不用害怕，他讲那句话才让我害怕，就是说，真的会认打来，大家当场要躲，要往哪个地方躲，大家晓得吗？政府做什么事情，老百姓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在操作什么？选举策略什么，所以这的确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民众党关提是去宜兰罗东为党籍立委候选人拜票，搁到新北扫街，强调建立正常国家第一步就是政府是可信的，真正问题是伫国防部哪会发错误的信息。那才是飞弹拍过来，大家要比倒位咧？对外界质疑国防部警报引起民众惊吓等解决选举的证据，赖清德也做出回应。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的路线图啊，的确是有飞越台湾的屏东跟台南的上空啦。所以国防部一方面基于人民有知的权利，公布这一个讯息，这是应该做的做法。伊强调人民有知的权利，国防部公布相关资讯是应该。赖清德七早起从台湾扫街，搁出席苗栗县彰化县造势，全力拼选情。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的选举夜，副总统候选人嘛在拼选情。国民党的赵少康伊昨下晡是去参访邦桥动物之家，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讲到两岸关系，讲咱爱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赵少康是回应讲，侯友宜毋是安尼想的，两岸的议题论述也是爱以侯友宜想的为主。那民众党的吴欣盈被候选人拜票的时，伊是口说哪里执政，咱台湾敢有变较好？那民进党的萧美琴伊去高雄助选，伊强调伊会含赖清德继续带咱台湾面对世界。
甲九活动真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车站参访板桥东部之家，关心流落狗的收容照顾安乐死议题。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专访表示，阮和两岸紧张爱用和平对话，临时武力战备。访问到今时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马英九讲就两岸关系来讲，需要相信对方。那赵少康强调以好友谊两岸论述为主，未来要以好友谊的讲法为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信不信任哈，彼此当然互信是很重要的了哈。如果你都不信任，那你还谈什么呢哈？但这个信任也不是无条件的信任了。我觉得这个信任应该是有条件的信任。国民党避免和民众党分调选票，积极化声集中选票。赵少康表示，投好友谊等于是投高问题。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陪同自家2位候选人，去新万扫街拜票。选战最后3天的策略都是全力拼一摆。针对前副总统萧万长刊登3大无头版，化声选民集中投蓝无投白，有意操作去保吴欣盈也反击。在这24年来，在蓝绿政党2党轮替的时候，台湾的日子真的有变更好吗？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只有投白色才有机会要能保住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是这样高雄，以候选人徛台，稳固南部票仓，无用顶皮车扫。路上的民众尤其要发声，2位候选人举起位送鸟造型的杖，为叫萧美琴保重。继续坚定带领台湾，咱民用世界，在世界上架台湾，大家拢做有志气的台湾人。大家继续来拼咱的经济，继续拼咱的和平。萧美琴强调，会甲热情着继续带领台湾面向世界，发声支持者，选对的人行对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也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是有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公馆，只有7度之。今日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所以要提醒乡亲出门就要穿好少。因为伫沿海也有较宽所在、外山区的所在，这个所在温度拢会较低。外岛、北部规工拢是较寒，中南部是早暗的温差会真大。雨水这方面，这波冷空气较大，所以水汽较少，所以是无啥雨的。拢是以侪云到好天为主。敢若伫东南部，也有恒春半岛有13把雨尔。所以，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疫情过后，国门开放，加上总统大选到位啊，回国转来开户户口的人有加真多。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3年开户户籍的人数有22.11404个人，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继续关心联合报，欠司机加上载客量下降，未少国道客运不是减班就是停驶。公车客运工会的全联会伫去年10月份的时有提报予公路局，希望会当起票价，也过最近互退回。全联会即马表示，因会个检讨起伏，嘛会即马当在研究讲，针对特定的通勤路线，要提出尖峰甲离峰无共票价这个规划。继续关心自由时报，世界银行有发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伫报告内底指出讲，2024年今年全球经济成长预估会比去年2.6%降到2.4%，是连续3年放慢脚步。报告内底嘛写讲，地缘政治局势较紧张，这10年伫历史上恐惊会互记录做是一个无采机会、浪费机会的10年。咱继续关心，拜六就要登票啊！投票倒选，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开票。NCC 即马呼吁媒体开票爱符合真实、有所本、通查证才会原则。若是接到民众投诉，也是 NCC 有发现有错误，就会按照卫星广播电视法要求业者去说明。另外，买转去互中选会以选罢法来处理。总统大选沙卡都选战行到上尾阶段，三方阵营都在拼死救票。投票了后，民众上关心的就是即时开票的结果。
NCC 呼吁媒体制作开票成分要公正客观，显示出来的开票进度也要符合真实、有所本、通查证为原则。民众有记录也通向 NCC 检举。票数资料的来源除了中选会以外，它可能跟各个投开票所，或是候选人，或是政党的总部那边。那所以我们有要求，就是要提醒他们说，你们这些的资讯来源必须要去揭露。那尤其是在报票的过程统计上，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的疏漏？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要由透过主持人的口播或是文字的画面都要必须做澄清。至于申诉的管道，事实上不管是致电我们 NCC， 或是我们有一个申诉网，都可以来跟我们反映。NCC 表示，若收到民众检举案件，也是 NCC 家己有发电视台的录影画面，由 NCC 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来调查，而且会请业者说明开票规划、处理过程、管控机制等等。另外，资料也会送去中选会，按照选罢法处理。竞选期间，选罢法是广电法的特别法，那我们会优先适用。假使民众有检举，我们会把这个侧录的带子调出来，移送给中选会。另外，就是有关于广电法的部分，假使没有3件事实查证致损害公共利益，那这个另外这个是本会要处理的。另外，在2022年9合1大选，有电视台互人检举开票过程有灌票的嫌疑。NCC 表示，经过调查加业者的说明，认为业者开票的资料有经过事实查证，电视台并无灌票的行为，目前并无业者和 NCC 裁罚。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拜六要投票啊！各地选委会即马是无闲试试，已经开始咧清点，还佫运送选票。地东县的选委会嘛已经准备要甲选票送去外岛、送去绿岛甲红头树。那红头树这部分可能爱协调空勤总队来协助运送。还佫有一寡23级的外岛，即小岛嘛有16个投开票所，伫明仔载12个时就甲选票送到位。地东县府大礼堂出现数十名警力戒备，高雄定期的选务人员这2天爱轮流清点。今年地东县总统甲立委选票，这摆清点选票比过去的选举较紧，唔免搁一张点。选委会表示，因为这摆地方选务人员拢有派人到印刷厂感应甲清点方向，今年只要高雄定期选务人员过来确认甲各投开票所的总数符合，就会当领回。印刷厂印的都很精准的啦，所以他们就是100张隔一个，他们就点那个大叠这样几叠，然后对报告角对准了以后，然后零数的部分再轻点一下这样子。地东县选委会有计11就会当全部送到全县236个投开票所，也毋过离岛、绿岛甲南势的选票，原本初9爱送到，也毋过受到天气的影响，海空运拢受到阻碍。绿岛初10透早才用准运送出，毋过南势8千外张的选票，可能爱协调空勤总队帮忙运送。我们目前还在联系相关单位，包括海巡或者是我们空军的部分来做协助。平湖县的选票也提早伫初8送去县选委会，到初10为止，高雄甲市的选务作业中心伫警方戒备之下，拢已经完成选票点名。不过平湖岛中有岛，也有16个小岛有少数居民。选委会表示，会安排伫12将小岛的选票拢送去投开票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甲英国的海军初10个时伫红海针对也门反恐军清零运动的21架无人机甲飞弹拢甲拍落来。美国表示，这个非法的攻击行为是愈来愈好打。英国嘛暗示讲，为着要保护这条国际水路，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也门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佮叫做清零运动，在初9暗时，向经过红海水域的国际商船发动即马上大规模一摆攻击行动了后，美国、英国在初10联手拍落胡塞武装向红海南部发射21架无人机甲飞弹。英国表示，胡塞武装行为已经受过超过，无温存佮继续美方回报无伤亡损害，佮补充说明这是自11月19以来胡塞第116摆攻击。These attacks are unlawful, they're reckless, and they are escalatory. We call on Tehran, but also directly on the Houthis. This absolutely must stop.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if it doesn't. 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表示，向一架以色列提供支持的美国军舰发射大量弹道飞弹、海军飞弹甲无人机，无透露是什么时阵展开的行动，也无说明美国军舰损害程度。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ة أمريكية
كانت تقدم الدعم ل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目前不清楚胡塞部长攻击美南是不是甲因美联军行动关系，控制也门大部分地区的胡塞部长锁定运输量占全球15%的红海航道，攻击国际商船，来展现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支持，情形严重扰乱欧亚之间国际商务活动，经济转运公司被迫改变航线，或者是势力行。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香港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不丹初9时是举办国会大选。针对要安怎解决经济危机，也有青年失业，是因这届选战的焦点。尾也是由前总理妥杰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摕到2/3的席次，伊嘛有机会会当出来各做总理。197。不丹大选的结果初10出来，前总理妥杰的人民民主党摕到国会47席内底30席。重新摕到执政权，妥杰有机会转来做总理。另外一党不丹延期党摕到剩的17席。妥杰是不丹2008年头一届国会反对派领袖，有匹兹堡大学机械工程、甲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位。2013年到2018年，伊担任不丹的总理，主张环保。选民这届对伊上大的期待，都是带领国家脱离连续5年超低经济成长的危机，解决有甲29%青年的失业率。让大量去澳洲找机会青年会当回来，这嘛是两党共同选择的重点。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and regar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think there has been a major setback in our revenue as the pandemic has affect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o, I think in the upcoming years, I hope the economy flourishes. Primarily unemployment, the economy, and also people are losing hope in terms of the youth living abroad, mainly in Australia, and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这个是从2008年不但为君主制转型议会制以来第4届大选，真侪民众是拢跋山过岭，都要几夜间的时间，才有法度去到投票所投票。不丹的人口有80万人，伫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也就是中国甲印度之间，两个大国拢伫争夺对不丹的影响力。这个大选嘛，牵连边境争议的领土甲地缘政治的问题。两党拢宣示要强化甲印度的关系，支持下境的铁路，引进更较侪游客。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世界经济论坛拜3时有发表报告，报告内底指出讲 AI 人工智慧有造假，也阁有错误的资讯的风险，安尼有可能会影响民主的发展，嘛有可能互社会变作是对立的。因为2024年伫今年，全世界真侪国家拢要大选，香港是全球的大选年，这嘛正做全世界爱共同面对的头一个风险。因为报告内底嘛讲，第2个风险是极端气候。拜六台湾特别总统大选，暗过伫竞选过程当中，充满未招假信息。世界经济论坛初10公布2024年度全球风险报告就指出，由 AI 人工智慧触发的错误信息甲恶意假信息，将做最近2年上大的风险。We have in the 2-year time frame mis and disinformation as the number one risk, followed by extreme weather. Followed by societal polarization, interstate armed conflict. That's the top 5 in the 2-year outlook. 这报告是伫去年9月对将近1500个专家、企业领袖甲政策制定者进行调查，伫 WEF 举行之前发布。因为今年、明年2年为亚洲的台湾、印度、到欧洲的英国、甲美洲的美国、墨西哥等拢要举行大选，有将近30亿人口。风险管理专家指出，用 AI 侵柜造假，影响大型群体，佫造成社会两极化的风险，已经将做全球经济面临上主要的直接风险。AI can create advanced malware. It can impersonate others for scams. It can poison AI training data, which is a very serious concern.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AI can also be used for better response to cyber attacks. 不过，若时间放大到未来10年来看，极端气候是头回威胁，第2是地球系统的重大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甲生态崩盘，也有自然资源欠缺等，是种甲环境相关的风险。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咱台湾总统大选要到啊！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森有和咱驻美国的代表入台内见面。强森有强调讲，美国会和咱台湾的民众徛做伙，来协助咱台湾阻止中国的军事扰台。也咱入台内嘛表示，台美的关系真坚定。另外，美中各方高层嘛有伫华府进行军事对话。美国是搁一摆向中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找到伫美国华府甲新上任的驻美代表入台内见面，强生大会头就表达美台关系重要性，伊强调美国甲台湾民众徛做伙，这对全世界来讲是重要的议题。We certainly want to help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It's very important to us. We want to de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ny military provocation. The U.S. Congress stands with our friends. 强生强调，美国会协助捍卫台湾，协助中国。两个人会谈差不多半点钟。强生伫会中嘛祝福台湾的选举一切顺利，表达国会两党拢挺台湾的立场。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you, Mr. Speaker, and the U.S. Congres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rock-solid friendship. 伫这个时阵，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甲台湾，还有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苏，找到甲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见面。这是第17届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嘛是2年多以来，共层级的官员各一届对话。美中声明讲，有甲中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媒体咧问讲，敢会烦恼中国伫选举了后，增加对台湾施压的力头？国家大学回应讲，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未选平徛。Yeah, so we strongly support Taiwan'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hich we view as a model for democracy not only in the region but also global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take sides in Taiwan's elections. 不过，中国国防部声明指出，宋延超伫会谈当中表示，中国对台湾的议题是绝对袂妥协甲退让，要求美国遵守一中原则，落实相关的承诺。停止武装台湾，嘛会声明反对台独等等。针对台湾的议题，美中双方要是一人讲一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南韩的国会拜二时有通过禁止食狗肉的法案，禁止饲要掠来食的狗仔，袂使杀嘛袂使卖，违规者会罚关3年，无就是爱罚咱台票70万。狗仔伫人内底飞来飞去，一直发出叫声。饲的人一间一间饲鸡肉，但只狗仔大到一定的程度就送去台。未来这狗肉养殖场的情形会伫南韩消失。南韩国会初九用压倒性的208票支持，0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新的法案，未来会禁止饲台甲卖狗肉。 기자회견문 이제부터 개식용 없는 대한민국 개식용 종식 특별법 통과를 환영한다. 오늘 대한민국은 생명 존중을 향한 새로운 역사의 장을 열었다. 清华贵官党部人士将欢喜表示，南韩总算应摆脱食狗肉恶名。南韩数百年来将狗肉看作是进步的美食。高算每年有100万只狗仔被抬，这种传统常常在国际顶悬引起议论。不过，若讨论禁食狗肉，就会引起相关业者反弹。不过，这几年南韩饲宠物的人愈来愈多，对狗肉的态度转变。加上总统尹锡悦家己也饲狗仔，上台了后，佫加强推动禁食狗肉，佫提出补贴，可抗业者来转导。 2천여 개농장을 비롯한 관련 업계의 전폐업 지원과 그리고 63만 마리의 전국회의 관리에 실질적 대책을 마련하는 것이 당장 우리 앞에 놓여 있는 숙제이기도 합니다. 머리를 맞대야 합니다. 新法会有3年宽限期正式实施了后，饲卖甲菜狗肉相关会处3年有期徒刑，或者是罚3000万韩元，差不多新台票70万。不过，对于食狗肉的人并无明令法则。根据动保组织这礼拜公布的调查，9成南韩民众表示，因将来未食狗肉。农民协会是评估，新法上路会影响3000外狗的养殖场甲3000间餐厅。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
联合国即马是表示，今年全球失业率会略略升悬，嘛针对生产力停止、无平等变严重，加上通货膨胀造成所得减少，表示烦恼。因为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表示 ，COVID-19 疫情过后，经济咧恢复的脚步已经有变较慢，加上地缘政治较紧张，也佮有通货膨胀，这拢是主要的原因。继续关心日本元旦，林顶大地冻了后，造成真侪所在即马也停水，无法度泡牛奶。营地公司即马就宣布要增加生产无需要泡的养 AI 牛奶。另外，日本境内即马新冠疫情是真热辣，发生大地冻的石川县避难所内底嘛传出群聚感染。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讲，去年12月份，因为这耶诞假期，所以人来来去去，即马 COVID-19 变异株的疫情是继续在传。统计讲有将近1万人因为 COVID-19 死亡，这是显示讲这款病毒也是一大威胁。谭德赛嘛表示，去年12月份感染数甲11月份比，大病院的人数有增加42%，也若大加护病房的人数嘛有加出62%。镜头，佮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选举要到啊，检方侦办在境外势力介入咱即个选举案件。桥头地检署侦办媒体刊假民调这个案，即马去查到前立委张显尧有涉嫌违反反渗透法，该叫去问话了后，尾啊，伊是以100万互交保。另外，依然也佮有家人的检方侦办介入选举案件嘛，拢有进展。前亲民党立委张显尧高雄服务处电话道理暗过拢无人，目前是两华医道论坛协会理事长的张显尧被控牵涉反渗透法的案件。根据了解，桥头地检署侦办媒体订假民调的案件，后续发现伊涉案，找到发动搜查甲约谈，侦讯了后，该列被告有伫100万交保候团。被告的部分就是涉嫌反渗透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保金额是100万元。其他的部分我们目前正在理清当中。张显耀的昨天被搜索、被约谈，我不清楚，我刚刚才看到，对，是看到那个新闻，我才知道。高雄地检署也侦结反渗透案件，起诉一相关法庭协会理事长。北台湾宜兰地检署是接到证据，原来有特定证书，就村里长等人去中国接受交代，按因伫大选当中支持选择有利两华交流的证书，杀团53人，进行了后，转列反渗透法被告。带团者均非旅行社从业人员，相关行程均由国台办驻区人员全权安排。基隆地检署是侦办省5里长招12个里长去中国接受3党烟台代办交代，请伫总统大选当中支持特定政党候选人，将反渗透法定罪起诉专案。认定这位吴姓里长有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罪，依法提起公诉。专案2审基隆地院了后，法官有伫120万交保候团，限制自己出境甲出海。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中国的商务部嘛有发布声明，对外宣布讲，因即马当地研究要甲 ECFA 查收清单内底的农渔业、机械，也有汽车零件、纺织业这些产品的关税减让要冻点划停。嘛，因为咱选举就要到啊，咱的政府是批评中国即马宣布这项消息是利用经济威胁要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咱经济部嘛强调讲，政府会积极和受影响的产业直接提供协助。特别大选，中国动作真多，商务部初九是发布声明，为切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适用 ECFA 税率以来，民进党当局无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促销对材料贸易限制，所以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其他项产品的关税减让。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 ECFA 早期收获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等措施。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桂灿文表示，初九接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电话，表示 ECFA 不是单方受惠，对两岸机械业是互利的，会将意见反映给商务部甲国台办，并促销。伊佫指出，这几年台湾机械出口中国占比已经降低，有先做好准备转型甲开拓新的市场。对于单一业者的影响就比较大，业界还是需要去努力把市场拓展到其他的国家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
纺织业者指出，无法度判断影响程度，可能差不多一半。5亿美金产值受影响，经济大厂评估影响无大。经济部表示，中国应该甲台湾伫 WTO 结构之下讨论，这种大方面的变更对建立好新贸易机制不利。业者用形象措施，将会提供必要协助。受到影响的产业做更多的联系跟沟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含拓销市场的拓销以及产品品质的研发改善。陆委会指出，已经真侪摆提及，伫原来结构之下协商，暗过中国无必插，国警告陆方唔通低估台湾人的智慧，一直价值选举，会得袂到有期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想要透过经济手段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未来咱的经济要安怎行，要安怎选择，也有加上全世界通货膨胀，咱国内经济要发展，也有欠水欠电这问题要安怎解决？这摆的总统大选，3个候选人拢有提出因的政见。伫国发会的景气指标系统通看到，台湾的景气灯号为2022年11月12分的价别，行到2023年11月20分的转向。台湾经济安怎继续发展，关系人民的生活。伫选战当中，3党总统候选人拢有提出政见，民众党国会代表示，民众怨叹啥物拢欠，所以伊要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法，确保物资稳定。在国安会底下，要建立跨部会的经济安全会议，协调各部会的能量，来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确保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关键基础设施要做好防护，不管是水电、交通、网络、金融、邮政、媒体等等，我们要开发和保护尖端重要技术，防止关键技术外流。民进党赖清德是讲，世界快速变化，伊要利用世界当咧进行的数位转型加净零转型这个趋势，扩大台湾的经济优势。我们要持续壮大半导体产业，我们应该要提出半导体的国家级战略，协力厂商都能够在台湾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壮大半导体产业，也来帮助其他的科技产业。以及传统产业、人工智慧，来帮助广大的中小企业，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数位转型。国民党侯友宜是针对经济提出解决3字，针对区域经济、投资环境、企业创新3方面来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整合，而且跟美国的协助，以及跟两岸要稳定的协商沟通，改善投资环境里面，电相重要嘛，水再生水能够多提供回来，奖励他们，补助他们嘛，水资源的调度做好嘛，企业的创新相重要，产业研发、智慧制造、节能减碳，甲扩底额、甲提升，个补助伊。全世界经过疫情，阁有通货膨胀的危机，所落来阁有净零转型。台湾的经济甲国际变化相牵连，这阵当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台湾应该安怎做，就要靠未来总统的智慧。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在地消息，咱来关心高雄轻铁伫元旦的时正做一个圆，伫咧新通车的一个路段，昨在10点，列车含一台伫工地卖目具的拖拉机去压着，造成列车头前玻璃破去，加载无人受伤。轻轨列车为大顺路顶山街站要开去高雄高港站，还未到站煞熊熊停落来，原来列车互卡车弄掉，车窗玻璃吹甲亲像蜘蛛网。砂石车它要倒退的时候，然后它第一次没办法进去嘛，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它车头往前修正，往前的时候刚好那个那轻轨就过来，就刚好撞到它前面。因为右出去就是无看到，一个拄啊过来，拄啊右出去拄啊过来安尼啊。代志发生地点伫今年元旦了，才通车的大顺路新路段。挖轻轨车道的工地，一台卡车准备把固进入工地，好亲像角度无抓好，车头亲像轨道区，弄到咧行的轻轨列车的车头，因为列车有载人，驾驶紧急停车，请先客去下一站坐，或者是改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列车通过湾中街口时遭卡车碰撞，司机员机警立刻紧急停车，停妥列车后安抚车上旅客并回报情况中心。
确认列车内旅客及大卡车驾驶均无受伤。高捷表示，轻轨列车迄时阵是车顶通行状态，几个事故伫半点钟左右排除，11点过后全线正常运转。后续调查若确认卡车驾驶有疏失，会针对车损甲人力动员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圆环上济城市就伫台南，其中西门圆环车辆不管时拢真济，市府为着要简化车流嘛，兼顾过路人行的安全，是对外宣布讲，对昨开始西门圆环开放机车会当直直骑。另外，伫西门、东门、甲唐德忠公园三圆环是禁止机车伫红灯正越。验过呢，未少在地人是认为讲，这项新的规定、新的政策，颠倒害因无啥，毋望讲会当按照本地规定就好。上班时间车辆踏，对车闸开始，机车会使直接骑过西门圆环。实在去现场看，较少人直接骑，民众也是较关心西圆环。主要因为西门圆环内有实力路口比较复杂，市府的新政策虽引起地方讨论，侪在地人反映无充分的宣导期，无人质疑这敢会产生汽机车烧济车道的问题咧。你也照安尼圆环要即摆继续安尼行啦，要讲。要机车直行，安尼危险，对交通我感觉会较乱。做遐你从故意你从做一个待转区，你待转区人来向行，我要求啊车辆遮济，我会惊啊，是毋是咱行伫圆环啊，更较安全？咱汽车甲机车，咱甲机车开放互伊直行的时阵，较有可能会有汽车甲机车争道的因素，有可能会造成咱事故的发生率无？目前西门圆环各路口已经采告示牌啊，交通局讲要西弯的民众，也是爱利用外宽道来做西弯。交通局按算开放了后，正外宽的需求会减少，地数嘛注销基慢车进入圆环时会当红灯正弯。除了西门圆环，东门甲唐德忠公园圆环嘛做伙实施。第一时间民众无法度适应，交通局强调未来会加强宣导。咱发现讲即摆伊奥多摆咧登头西弯的时阵吼，伊向行人吼有一个明显的冲突点。咱即个重视人本交通哦，用路人的安全，借由即个管制的行为哦，来看卖讲是毋是会当来明显来做一个检讨，然后一个降迄个事故的降低安尼。交通局表示，新政策实施未来2-3礼拜固定做检讨，以呼吁民众咧驶车骑车爱加注意路面上的指示甲标志，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健康，这是最近的流感甲新冠疫情拢在加悬。顶礼拜咱国内新冠病例有515例，这是最近5个月上悬的记录。台湾疫苗推动协会伫昨昏有公布2023年去年10大疫苗新闻，其中流感、肺炎链球菌含新冠病毒的新闻是排前3名。医生即马嘛提醒讲，伫寒天的时是流行传染病的高峰期，所以建议民众爱赶紧注意风险。保护家己，避免重症。台湾疫苗推动协会拜三宣出2023年上有影响力的疫苗10大新闻，其中前3名拢含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有关系。台医生李炳英指出，尤其过年前后天气较冷，是流行传染病的高峰期。正经疾管署自10月开始，都提供流感、肺炎链球菌和新冠3大疫苗给民众注。伊特别呼吁囡仔和65岁以上的老大人，就要注疫苗，避免重症。老大人吼，伊可能要注3种疫苗，流感疫苗、那肺炎的链球菌的疫苗，个新冠疫苗，这3种这3种疫苗，互相的之间呢，未互相去干扰着，所以一旦间一个时间注3针，迄是无问题的。最近毋但流感、新冠疫情嘛咧压起来。疾管署就有公布，顶礼拜新增加的新冠本土病例有515例，是这5个月以来上悬的记录。疾管署预估刷来3礼拜有关会继续通烧，而且副署长罗一军嘛表示，过去捌确诊也是真正有注过旧版的新冠疫苗，若准超过半年至9个月，会使讲是用要无保护力咯。伊嘛呼吁要未注新冠 XBB 疫苗的民众，上好爱赶紧去注。已经打超过9个月以上，事实上你现在的保护力是几乎是归零，然后所以我们特别还是呼吁民众能够维持这个已经打过疫苗的保护力的话，必须要再接种1剂哈。这个疫苗+1在这一季的这个疫情流行来讲是很必要的一个措施。
另外，根据疾管署预估，新冠和流感疫情会伫咧过年前1礼拜达到高峰，新冠一日会有15000人确诊，也若流感是1礼拜会有15万人去围着。罗伊军强调讲，新冠病毒的变异度一直拢有在变化，建议民众嘛着像当年注流感疫苗共款，爱自新的疫苗才通有保护力。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内政部有公布2023年人口统计，去年出世的婴仔只有13万5千多人，这是比去年减3000多人，这是出现历史上的新低。有学者是认为讲，因为即马薪水低、厝价悬，致使真侪少年人唔敢结婚、唔敢生囝。囡仔伫台顶表演活泼个歌水，为着提升生育率，台东县府宣布今年增加推动专访为妇幼健康照护方案，包括每一位有新的婚姻人有我1万的产前体检补助，希望鼓励少年阿婆生育。那台东县也加做15位连续2年新生儿正成长的关系。养小孩那么贵这样子，然后但是这次看到县府还有卫生局就是有补助这么多，然后就会有一些心动。不过，台湾少子化问题尤为严重。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2023年总人口数是2342万多人，比前一年增加15.5万多，将至2020年以来人口负成长。其中人口增加率上悬的是金门县基础系统市甲新竹县，今年新生儿人数是13.5万多，是比前一年减少3000多人，各创下史上新低。妇产科医师表示，现代人囡仔生得少也生得晚，就算是2年民众无过有抢生量囡仔的效应，有估今年2年出生率也无啥乐观。在往年1个月，我们的接生的婴儿数在这个医院可能就超过200个，那可能现在1个月接生的人数是在50以下。龙年来讲，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期待，所以一定要生个龙年的小孩。或者是认为价薪高、房价工时长，也是影响民众结婚甲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而且，不结婚的人愈来愈多。我们成年的女性不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迟婚不婚，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生育率还会再更落地、更下降。学者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匈牙利甲爱沙尼亚的催生政策，像政权的结婚津贴、生2胎、增加薪资补贴等，也要加起一寡社会主体，减轻经济负担，才会当让少年阿母愿意生养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2026年的时，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国科会和北大部会有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按算对今年开始到2027年，政府要投入高龄相关科技的预算会有95亿，要打造一个友善高龄者的生活环境。到2026年，预估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会占21%，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照顾比例达到12.7%，也若妇女比在2025年是1:4，到2040年会达到1:2。其中高龄者数位落差嘛是问题，无到一半，也就是47%的高龄者会当利用数位工具甲社会连接，比平均的高成左右要低真济。即使一个高龄者要跟社会连结，你没有数位是很难的啦。你要交通也要数位，沟通也要数位。7月下晡，国科会结合北大部会正式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未来4年投入高龄相关科技的预算是95亿，嘛希望带动高龄的经济。其中，伫改善高龄者的数位落差，学者认为讲，科技甲人才拢要受到重视。以现有伫各乡镇的60学习中心做基地，投入经费扩充教材，也有师资。基本上要研发教材、种子讲师，然后透过我们的这种数位学习基地，把它撒出去。大概这几个面向同时去进展。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后，预估伫2036年，老人的人口是占28%，来到极高龄的社会。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影响高龄化的社会，拢希望为被动照顾，透过科技，加做互高龄者主动学习。这个行动计划嘛提出4大重点，包括推动市场经济、扩大数位能力、提升照顾效能、甲高龄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叶红仔机四界拢有。也若伫花莲有一寡所在，叶红仔机内底方发现讲有藏刀仔咧放叶，家长就烦恼讲囡仔叶着了后，甲刀仔载去学校要安怎？即马县府已经要求业者甲这物件摕掉。
这是花莲玉里镇的叶红仔鸡选物店，期待内除了有四手仔甲七头米紧的，也佫有一后刀啊。另外，伫个影响也有硬红仔鸡选物店，也放水果刀啊、甲卡片刀，这类的商品，敢是相当引起家长注意。我觉得非常危险，因为娃娃机台它并没有限制年龄去夹。那这种东西夹到了之后，小朋友可能国小生带去学校的话，万一情绪管理上不好的话，刺伤了别的小朋友的话，非常的危险。也毋过依照即卖法令，只针对生鲜用品、化妆品、食品、药品等，并无规定叫红机的内容物袂当有水果刀啊、是卡片刀、非刀械管制条例物品，只有限制店家爱离行50公尺，若有生鲜商品爱离行1公里以上。也毋过新北市发生国三学生赶红棍案了后，官府也认为无妥当，要求厂商先摕落来。现在目前花莲县政府会用劝导的方式那希望这个机台组这个部分针对有争议的相关的这个物品那可以先不要做一个贩卖。官府强调，叶红仔鸡选物店并无限制年纪初级家上，这个刀啊也无算管制刀械。警方官府拢无法监管，已经向经济部提出要求，希望定出标准，以免囡仔随意摕着。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因为气候反常，中华丰苑蛤蟆的收成真歹，所以有业者即马改饲拉，利用鱼仔、虾仔甲拉共生的养殖方式，毋但摕到有机的认证，阁销去日本。龟车载的乌拉是今年头一批准备销去日本的货。中华丰苑的养殖业者5年前开始培育日本种的乌拉，利用友善环境的概念，饲出有机水产认证的乌拉。阮就是壳仔嘛，水伫遮，土伫下骹，土内底是饲蛤蟆甲乌拉嘛。水层的部分，我们就是鱼虾共生，让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链。咱占头全省的80%，我们除了有机，还有再拿 ASC， 就是国际认证。业者表示，因5年前为饲蛤蟆改饲乌拉，即阵乌拉的面积大约有60公顷，一年平均有250吨的乌拉销去日本，是目前外销日本量上大的厂商。差不多105年，我们彰化文蛤开始不好养了，开始发生大病变，就现场在讲那时间发现大病变，我们就改养这个黑血。近来因为气候的异常，还有一寡水的污染的问题，所以阮的文蛤养殖今年来饲料并无好。乌拉伊的好处就是讲，伊比文蛤加足好饲的，伊的育成率加足高的。中华丰苑饲蛤蟆的面积排全国第3，但是这几年来，蛤蟆因为天气反常、着病、收成真歹，业者改饲乌拉，解决蛤蟆饲袂坏困境。嘛，苦心研究友善养殖，摕到有机的认证，成功拍开外销通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旧车头2021年的时刷转去资本的所在，当时车头咧刷位的时有拆一寡壁面，经过市府的修复，目前甲车头4块壁踩伫车头附近的烈风道，展示高雄车头的历史故事。民众骑车经过高雄火车站的烈风道，特别停落来翕相，因为遮出现过去高雄火车站的遗构，拢总有4座壁体，是本地旧的火车站边仔的建筑。经过1年时间修复，即马是展示予民众参观。感觉有新的物件伫遮，进前火车站的物件拢伫遮嘛，对无？就顺便看一下安尼尔。无介意啦，我无感觉，没有作用啦。人吼，那只干那这里尔，那个我都讲没有作用，无水够花钱啦。旧的高雄车站伫1941年完工，是日本人起的。车站主要建筑伫2002年八刷位，迄当时两边的售票大厅甲铁路餐厅互拆除，其中有9片壁体保存落来。市府就将9片壁体配置修复做4个，来保留旧厂的外观，修复壁面原本的实水，因为有长长的泥枝卡，民众可以当纳凉避日头。切成高地，高地了后，阮即马有刷去阮的迄个新的所在。阮有啦组合起来成4块一种历史墙体，那墙体顶管阮有恢复原来高雄车站的迄个色泽啦工务局表示，考量到车站历史悠久，壁后壁阁有用钢铁来记载，并且伫边仔阁有设解说牌啊，互民众会当了解高雄车站的发展历史。记者钟义辉、胡昭勇高雄报道。
新竹有一个台语老师，叫做 Candy， 伊8年前嫁去新竹生囝了后，变做全职的妈妈。尾仔呢是想讲要互囡仔自细汉讲台语，所以家己嘛开始学台语，甲台语捡回来。经过一段时间，即马这个全职的妈妈已经变做专业的国小台语老师。以前伫个东方的海上有一粒海之岛。用台语讲故事，予囡仔听的 Candy 老师，过去捌做过旅行社的工课，嫁翁生囝离开工课场，专心伫厝内摇囝，带囡仔加入母语团体了后，3年半前决心要专心学台语。经过1年的时间，即马已经是专业的国小台语老师。全职妈妈是为着家己的囡仔好，毋过若是去学校教台语，就变做是推广较好啦，佫较侪囡仔感觉学台语来足趣味的。所以我感觉我是对一个小五家己的囡仔好，毋过我想要正人好，所以我就去国校教较侪袂晓讲台语的囡仔讲台语。Candy 老师讲，学台语的过程中，上重要的就是爱较食讲台语，佮加上利用机会加读加写。安尼进步的速度才会紧。Candy 是一个足好的示范，就甲阮讲，其实你照顾囡仔，恁别烦恼讲以后出去，你搁爱想讲我要投入要出倒位。其实你学台语，你慢慢甲学台语学好，你嘛有足侪方面，你会使去发展。3年前咧学的时阵，就是因为家己知影家己的口语较袂认得，所以我就学台语的读写来加强我的讲。所以我就是本来是4年前讲甲足袂认得的，变做我学台语了后，讲台语讲较会认得。我感觉这个过程，互我真大的帮助，就是较有自信的当讲全台语。伊即马生活中拢是台语，逐礼拜拢会去国小上台语课，佮会去幼稚园教老师安怎营造台语环境，互囡仔自细汉就接触台语。礼拜时，佮会去图书馆讲台语故事，互囡仔听。伊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互大家知影，台语是一款真水的语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时代有影在进步，电视金起来时，荧幕是乌乌的。毋过，南韩 LG 拜二公布全世界头一款无线透明的电视，77寸的大荧幕，无用的时看起来那样温馨的。鲜艳色水伫荧幕呈现，无出现画面部分，用直接看到对面的人。电视荧幕不只是乌色，韩国 LG 电子最近伫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及控制室秀出全球第一款无线透明 OLED 电视，77寸大荧幕，解析度达到 4K， 用 LG 家己的无线传输技术传送影像甲音讯，关的时阵荧幕就亲像玻璃共款，完全透明。Imagine you're in a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and you're in a studio and you want to dedicate space between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You don't want to put up a physical wall. You could use a product like this. Since it's transparent, it still provides that open concept feeling without blocking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这种无线透明 OLED 电视用单独叠加，靠壁或者是挂伫壁使用。LG 按算今年就会卖这种的电视，暗过无透露定价。工厂拍对台是三星的透明 Micro LED 荧幕，3种显示器测试伫 CES 出来，鲜艳色水吸袂少人来看。其中一种用无边形设计，亲像一片玻璃。三星指出，透明 LED 会重新定义看的体验，互用户更较享受视觉内容。三星进前已经推出 Micro LED 电视，暗过就爱数百万的台票。公司新闻7万2分页。AI 麦当控制森林大火，这是单位开发 AI 无人机的防灾警示系统，会当来侦测甲分析火源。也若伫美国加州是甲 AI 结合监视系统，来提早分析火灾灾情，降低火灾脱烧的机会。南美新创公司罗巴托的首席技术长伫北部大城阿尔堡郊区测试无人机侦测火灾功能，荧幕显示无人机咧刷震动，伫几分钟之内，即只有 AI 人工智慧判断甲智能感应器的无人机，就找到导火点。So we trained a model to identify smoke or flame, but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heat signatures. So by combining them, we can be certain that it's actually a fire.
奥尔堡大学甲新创企业产学合作研发出的无人机，使用 AI 分析侦测烟雾，算出风速甲炭烧的范围，找出火势上强的所在，减少消防员研判火场自身的时间，帮助加速拍火资源分配，应赶紧控制火势。 We are sending all of the camera feeds up to this, as well as telemetry of the drone. And then we have our AI process the data in real time, and then we are sending commands back to the drone. So those commands are where to fly next, where to point the camera, which data to be visualized and sent through to the firefighters.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a wildfire, those first moments are critical in making sure the wildfire is not running out of control. 每年处理几千件火灾的美国加州消防队，采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发的 AI 警示系统，将1000多个监视摄影机串联 AI 系统电脑，针对范围内烟雾分析，若发现是火源，佮经过人工确认，马上启动消防警报。到即马已经成功拿查几件可能引起严重灾情的火灾。 So they're scanning the horizons and seeing if there's smoke or potential fire or potential trouble spots that we can be alerted to take a look at or see if we need to get a response going prior to getting any 911 calls on it. 目前系统上大难题是充满有雾头粉的歹天气，会影响 AI 的辨识能力。不过消防单位有愿肯定伊的有警功效。We beat 911 calls about 40% of the time. And it's going to get better. The future is very promising because now we're having more people teach it, more data. Machine learning and how AI works is based on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data it can ingest so that it knows what smoke looks like and the varieties of smoke. 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是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有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是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20度。 外岛10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